Hello，各位香港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暢遊假期老闆娘蘇太。最近大家想玩平靚正海邊團嘅朋友仔，睇呢度啦，就係呢個陽江東平飛龍寺循環2日團，呢條線就啱晒大家啦，只需要港紙399蚊，小朋友299蚊。大家記得喎，第2位勁減100蚊，價錢超抵啊！第一站我哋先食當地風味可樂鵝宴，跟住前往陽江東平鎮睇下懸崖之上嘅飛龍寺，依山臨海，好似懸浮海上嘅宮殿。傍晚去珍珠灣沙灘散步，夜晚再食返個海鮮大餐，超愜意啊！第2日早餐後前往充滿宜春煙火氣嘅西麗古街，中午品嘗粵西招牌白沙鵝飯，風味獨特，再參觀特色陽江風箏館，感受當地非遺文化。我哋呢條線路一家大細都啱玩嘅，快啲約埋屋企人齊齊嚟報名啦！我哋嘅諮詢電話同埋 WhatsApp 都係69546128，記得關注我哋嘅視頻號，繼續會有順嘢分享俾大家嘅。最後尾祝大家暢遊無憂，得閒齊齊玩，多謝大家。